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赐我们这美好的主日，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敬拜赞美你。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过犯，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灵。求你的恩典慈爱，让我们在困难中有力量，在迷茫中有指引。我们今天特别为今天的礼拜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充满这地，也求你赐福今天的信息，开启我们的心灵，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祷告中得力量，在敬拜中得平安，在分享中得激励。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所唱的曲目是《心灵粮诗选74首》，这是天父世界。如果您身体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起立。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倾听，宇宙唱歌思维相应，星辰卓越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乐有你，花草树木穹苍碧海，述说天父奇能。这是天父世界，群鸟欢唱起立，清晨明亮，百花美丽，生命创造精神。这是天父世界，爱不及完结，风水潮生使它经过，随处尊听它愿。这是天父世界，叫我不可遗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天父是王，宇宙通畅，他是万国万方。我们仍然站立，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我信上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前人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起应文，今天的起应文记载在诗篇126篇1到6节，在我们教会圣经旧约656页。我们现在要以起应的方式来一起诵读上帝的话语，也请看投影片有起应和的部分。诗篇126篇1到6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一起来。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感谢主。公祷。我们同心来为以下的公众事项来祷告。首先，我们为非洲国家塞西尔共和国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来祷告。我们在为台湾卫理公会外岛特区的教会北干卫理堂代主圣兼任牧师祷告，愿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仍要为世界战乱之地的和平来祷告，求主止息中东、俄乌战争的战火和冲突，愿和平早日降临。也愿主安慰缅甸、泰国因地震导致各地人民受苦，求主医治他们身心灵的伤痛，并能够早日完成重建，将主的平安和恩惠赐予他们。我们也求主赐福，并带领教会在新朋友的跟进行动中满有智慧和恩典，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最后，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请景明弟兄来诵读今天的圣道经课。
今天第一处经课在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在新约圣经145页。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1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筹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罢，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今天第二课经文在腓立比书3章4节。腓立比书3章4节，在新约圣经279页。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景明弟兄读经。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43章16节到21节，在教会圣经的792页，由4位来诵读。以赛亚书43章16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精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忘记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
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们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献诗，今天所献的诗歌是因他活着。
谢谢诗班，愿荣美的歌声献给在天上的父。正道，以下时间交由本堂陈牧师来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人心爱怀旧，上帝做新事。请陈牧师。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就有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才刚过清明节，很多华人都很认真的在过清明节，因为这个叫做要追溯我们的先人，怀念过去的祖先。但是我们很少有像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这样的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再与主见面，有一天我们要跟我们的家人再见面。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他不是恐惧，他不是害怕，他不是一个不能提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死亡虽然是一个过程，但是最终我们醒来的时候，当我们睡着醒来的时候，死了好像睡了一样，醒来的时候，我们将要与我们的主再见面，与我们的家人再见面，与我们所怀念的这些人再见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充满希望，这个是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会觉得死了一了百了，死了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可以再留念的。然而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盼望，我们每时刻都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再见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致失望，我们不致失落，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所以刚刚唱的这首诗歌，通常都会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来唱。那让大家也知道一下，我们现在清明节刚过，那在2周后我们就要过这个叫做复活节。那很多人都以为说复活节好像是只有教会在过的节日，其实并不是啊。在那个时间里面，同时也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他们为了纪念他们过去曾经在埃及过生活，所以他们能够纪念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出了埃及，叫做逾越。所以越过了那个苦难，越过了那个当奴隶的日子，越过了那个这个悲惨的状况，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上帝帮助我们，或许有很多人在苦难当中，他就会没有盼望，或是失去盼望。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带着希望，他们相信上帝，并且持续的抓住。所以有很多人问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其实就是坚持跟持续不断。当你坚持跟持续不断，相信上帝的新作为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来显现。愿上帝来带领。好，那要问一下大家哈，这个看到上面的图吗？你知道很多东西个别都是很健康的，有没有看到上面的蔬菜？有没有？蔬菜很健康，对不对？番茄很健康 ，cheese 很健康，小黄瓜很健康，这些肉也很健康啊。好，但是呢，各位，为什么我们定义那个下面的那一块东西叫做不健康的东西、不健康的食物？知道为什么吗？了解我要讲的意思吗？好，各位知道，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哦。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为教会好，我要服侍上帝。我要这个为主来做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个别的我们都为教会好，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要这样做。可是为什么合起来的时候怪怪的？有没有发现合起来的时候为什么怪怪的？其实并不是怪怪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下面那个东西也是好东西，也是好的，只差在什么地方？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我们没有去运动，没有去消化它，没有去把这些热量把它使用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累积在里面，就会变成不健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个别都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我们都是内聚，我们都是在里面，大家一起你好我好，然后大家都在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对外出去，当我们没有那个叫做动力去动一下，
任何的东西进到身体里面都是不健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啊，我为教会好，所以我要做这个；那边说我为教会好，我要做这个。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为教会好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好像要凸显或彰显自己的能力，或是我们要去彰显自己的好，而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好。我们能够一起的好，不是只是我个人的好，而是我们能够共好。所以卫理公会是一个社会的宗教。所谓的社会的宗教，就是它不是只顾着自己的，它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它是对人有影响力的，它是能够让人带来影响力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个别都是好的，我们合起来也是好的，不是一个不健康的，而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是让人可以得喜悦、得祝福、得帮助的。愿上帝来带领。好，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愿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复活节对不起，我们的清明节刚过，所以我们有很多对我们的过去的先人的一些的思念跟追念。那人心是很喜欢想到过去的过去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景物，过去有什么样美好的光景。哎呀，现在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那个美好的景物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心常常在想过去，然而上帝却告诉我们，他一直在做新的事情。所以苦难有时候让我们会去看到上帝正在做事。很多人不喜欢苦难，很多人都认为苦难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事实上，苦难跟学习是有关系的。在希腊文的字根里面，苦难跟学习是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在苦难当中有学习，在学习当中有苦难。各位，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律本的学员的话，现在各位我们写到的一个课程里面，应该要将近写到有一个人要出现了，这个人叫做约瑟。各位如果看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约瑟他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年轻人。为什么说他很可怜？因为他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他穿着彩衣要去看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痛扁一顿，然后丢到井里面卖给埃及做奴隶。然后他到埃及去当外劳的时候，又被他的老板娘出卖，然后被下到监狱里面去。这个人的人生可以说是一路的悲惨，不是往上走，而是往下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会去认为说，哎呀，我们好可怜，这个约瑟真可怜，他是按照上帝的话去做的，他是按照上帝的话去行的。你看他常常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他就说，我岂可犯罪得罪上帝呢？他真是一个好青年。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难？很多人其实没有去注意到，各位，通常你要走到那个叫做戴上王冠的时候，其实中间需要经历过很多的苦难的。约瑟在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他中间要经历很多的苦难，这是为什么？各位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华语有句话讲叫做年轻，没有人回应，年轻什么？气盛，对不对？好，甚至还有说什么这个少年得志叫做大不幸，对不对？好，各位，17岁的约瑟，他每天穿着彩衣，然后去巡视。老爸告诉他说，去看看哥哥们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他们家是牧羊的，然后这个人他每天穿着西装，然后到这个草场上去，然后去指挥，这个哥哥你这边不对哦，哥哥你那边不对哦。虽然他是爸爸钦定的族长继承人，但是你可以想见，他开始觉得，我很厉害，我很好。所以当他开始觉得墓中没有人的时候，各位，圣经里面还说什么？他做梦梦到什么？梦到所有的那个麦穗
都要跟他下拜，然后天上的11颗星星跟月亮、太阳都要跟他下拜。哇！我以后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我很厉害。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箴言里面说什么？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这个约瑟，上帝保守他，虽然他经历一些的苦难，但是苦难让他学习谦卑的功课。如果今天约瑟没有经历过苦难，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手插在腰上面的一个族长，到处去骂人。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把他的老板干掉，因为老板娘喜欢他，把老板干掉之后，他是这个少奋斗20年，他可以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只到那个位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欲得王位需要先受其苦，所以有时候上帝给我们安排有一些苦难，是给我们有学习的功课。好，所以不单是个人，包括连整个民族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各位，我们其实很少读旧约，但是旧约里面有很美的东西。其实旧约跟新约是一贯的，所以很多人大概读新约的时候会忘记，旧约里面也有一些的提醒，对我们是好的。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在以赛亚书。好，各位如果对以赛亚有认识的话，在以赛亚的同一个时间里面，他有另外一个先知是在民间当先知的。以赛亚是在宫廷里面当先知的，但是另外有一个先知是在民间当先知的。这个在民间当先知的这个人叫做弥迦。好，所以圣经里面你读弥迦书，他叫小先知，对不对？读以赛亚书叫大先知，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有高低或是大小的区别。弥迦是因为他写的篇幅比较少，内容比较短，所以他叫小先知，但是不是重要性比以赛亚低。以赛亚的篇幅很长，几乎有66章这么多的内容，但是他们的传递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要先知道一个事情，这是在先知书里面，但是在旧约里面，先知通常会是最讨人厌的。知道为什么叫最讨人厌吗？因为他常常叫做用现在的话讲叫做唱衰别人。听得懂意思吗？唱衰什么？你看这个上帝要惩罚，上帝要这个灭绝这个地方，上帝的这个审判要到了。没有人喜欢听这个不好听的话，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先知都是讲不好听的话，其实先知也会讲好听话的。但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历史背景啊，各位这个给大家看一下，科普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个是亚述帝国的最强盛的时期，是这个状态。好，亚述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跨这个亚洲跟非洲的一个帝国。好，然后各位知道，在以色列他们在这个大卫王朝之后，所罗门之后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北国是被这个亚述帝国所灭掉的，在主前721年的时候，所以亚述帝国最强盛的时候，把这个小国家这个以色列北国给灭了。所以这些北国的人，他们经历到亡国之痛、亡国之苦，所以他们感觉到无力，无法去救自己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也岌岌可危，就在他的下面，那个叫做犹大国。所以各位，如果你看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在列王记或是历代志里面，都会提到这段的经文，还有在以赛亚书也会提到，当时他们有一个围城之乱，就是在当时的时候，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是被亚述帝国包围起来的。他们在那边被包围的时候，外面的人叫嚣他们什么？他说：“你们的上帝不会救你的，所有的民族的神全部都被我们灭了，你们耶路撒冷等着瞧吧，你们会被灭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上帝却做了一件新的事情。上帝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在城里面大家纷乱的时候，这个西西家王带领大家一起祷告，我们要仰望上帝。对一个即将被包围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路，但是他们知道还有一条路，就是往上的路，往天上的路。
所以他们在那里祷告。各位，在一天的晚上之后，这些的亚述帝国的军队居然全部都撤退了。那个状况是人无法想象的。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认为说这是上帝的拯救，因为一个晚上，这些军队、这些的亚述帝国全部都没有了，全部都不见了，他们都跑回家了，好像战败一样。但是事实上，这是上帝在这里面做的一个奇妙的事情。所以，在历史上、正史上面是亚述帝国，因为那时候国王死了，所以他们的军队拔营回去。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解读却是这是上帝的作为。本来我们应该要死了，但是却是上帝救我们活了。好，另外这个图也让大家做一下认识。千万不要以为犹大国就没事啊。后来犹大国被谁灭掉了？被这个巴比伦给灭掉了。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它被灭掉了。所以这个巴比伦帝国是接着这个亚述帝国兴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也把这个耶路撒冷给吃下来。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常常在想着，为什么上帝过去做这些事情救了我们，难道他现在不救我们吗？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好像很多事情是过去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很苦，好像没有路可以走，是没有盼望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被困境捆住，以至于我们都认为说，好像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常常跟大家有机会，常常跟大家分享有一句话我常常说有一句话是穷人听到会高兴的，富有的人听到会忧伤的。各位知道有哪一句话知道吗？穷人听到会高兴，富有的人听到会忧伤的。各位知道有哪一句话知道吗？好，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哈，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吗？穷苦的人，如果你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有盼望。但是富有的人，千万不要觉得我富有我就永远可以守着，因为一切会过去的。所以一切会过去的，对穷人来说是得到鼓励了，但是对富有的人来说却是得到一个提醒，不要以为你所依靠的这一切都可以满足于你。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富不过三代，对不对？好，各位，在你们面前，我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为什么？因为至少我知道的，我的父亲的那一代，我的父亲的那一辈，阿公那一代，我们的家族在台湾是做鞋子的。各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大家都没有鞋子穿的时候，你知道有鞋子是一件非常富有的事情，就代表你的家境是很好的。那我们家又是做鞋子的，所以我还记得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以前家里工人很多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是吃不到这个第一手的菜，知道吗？因为那个都是那些工人他们先吃了，然后剩下就是老弱妇孺才上去吃的。好，所以以前我的家族里面是在台湾做鞋子的，那也是算是第一把交椅的。好，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依稀还记得，那时候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那一辈，他们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中间是镂空的，就是兄弟之间是可以互通的。为什么？因为大工厂在家庭就是工厂，所以很多人都在家里面就做工，在家里面就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但是等我的阿嬷她把家产分了之后，各位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的家族里面本来是那一排房子都是通的，好，结果再来就是这个阿伯那边墙筑起来了，阿庆那边墙筑起来了，所以当有钱财的时候，人开始分开了。好，一直到我的这一代的时候，我们的家族大概已经没落了。那个时候做鞋子的工厂已经不再流行了，所以我的老爹就是
去做这个当时很兴盛的就是唱片业。好，所以他把钱都带走了，其实很像那个浪子，有没有？带走了，然后去北部创业。那其他的人继续守着旧家业，但是后面的我们的后代后一辈的人，我们就不再守这些家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该卖的卖了，该有的全部都分开了，兄弟们也不再合一了。这个就是在台湾里面那个有钱的状态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状态的当中，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盼望，他们觉得他们好像受到逼迫了，巴比伦把我们灭掉了，把我们带去当俘虏了。我们本来笑以色列国说他们被掳去了，现在换我们被掳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时候，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时代。人的方法常常会使人失望，但是上帝的带领却让我们看到上帝永远有计划，上帝永远有路要给我们走。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哎呀，上帝过去为我们做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做见证的时候很喜欢谈过去，哎呀，上帝在什么时候帮我做了些什么事情，让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啊？这个车祸还好，上帝保护我啊。这个过去上帝怎么样救了我？但是现在呢？现在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缅怀着过去，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现在上帝仍然在做事情。我们来看一下15节的地方，今天经文1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5节，一起念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有一段时间没有王，但是事实上，圣经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在当时，上帝是他们的王，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高起来去。好像去在地位上比别人更高，所以那个时候是人人平等的，只有上帝才是最大的。但是当人开始觉得我们需要有王的时候，我们所期待的那个领袖、那个王，并不是像上帝一样，他会有缺憾，他会有缺点，他会有一些问题，他会有一些让人失望的事情。所以人以为君王可靠，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君王是可靠的。唯有上帝，他是创造我们的，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君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的心不被主来管理，如果你的心不被上帝来带领，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耶稣来居首位做主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就是一个没有王的状态，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自己以为是王的状态。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提醒以色列人说：真正的王在哪里？我才是你们的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没有任何一个君王可以存到永远，但是唯有以色列的上帝才是真正的君王。所以上帝并没有忘记他所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他说他不忘记，上帝永远不会忘记的。即使这个吃奶的婴孩，即使妇人会忘记吃奶的婴孩，但是上帝仍然不忘记他的百姓。所以在古时候，上帝曾经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回想起在这个旧约时期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做一件很大的新事。我们来看一下1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6节。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过逾越节。当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就会回想起当年上帝是这样开路的，上帝把红海分开，上帝让海中有路。所以他们说，过去的时候，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以赛亚的时候，他那个时代已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好像他们即将被掳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就像当时他们在埃及一样，他们好像在埃及的地方，但是他们出了埃及，但是现在我们被掳去了，难道我们就一定一直在这里，我们没有盼望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在这个时候给他们带来这样的盼望。
但是要先知道一个事情是，当上帝将他的孩子放在火中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他也在这其中。即使我们在好像火的试验当中一样，但是上帝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但以理的朋友被丢到火炉里面去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不是3个人，是4个人。那个第4个人好像人子，他们居然是在火中行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把我们放在那个火炉里面，不是他不在了，是他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过去他才同在，不是只有怀念过去的事。过去上帝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让我们可以到现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呢？当我们被掳去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是否还会做事？跟大家讲一个我们需要反省的事情。当然我是说我了啊，我是卫理会的牧师。你知道每次我们到阳明山去开会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难过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在叙旧。知道什么叫叙旧吗？不是我们的朋友当中叙旧，你知道我们叙了多旧？我们常常都在讲18世纪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做了什么样的事情？18世纪的时候，卫斯理他有什么样的改变？18世纪的时候，卫斯理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21世纪了，我们的卫斯理呢？我们的卫斯理呢？在哪里？我们的卫斯理不见了。所以我们常常去想那个过去我们的荣耀的光景，我们的全世界有5000万的这个卫理会的信徒。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在台湾呢？我们5000都不到，现在恐怕连3000都不到，大概只有2000多了。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难道上帝不做新事吗？所以各位来了，1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一起念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情。为什么？不要只有想到以前我们多荣耀的光景，以前我们多大的地方，以前我们多好的美丽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不太喜欢到我们的旧堂那边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次看到旧堂，就会觉得那是痛苦，那是一个羞辱，那个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确实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确实它是一个羞辱。我们的土地被拿走了，有人笑声说我们叫做割地赔款，知道吗？听得懂割地赔款是什么吗？我们的地不见了，然后我们还要赔政府钱呢，那是不是割地赔款？是割地赔款。这是一个多么羞辱的时候。然而上帝却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候的事情，因为你要注意现在上帝要做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安静的等候，上帝要做新事在我们当中。但是你是否预备好上帝要做新事在你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3章1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啊，一起念来。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好，各位，如果跟刚刚对比，知道那个对比在哪里吗？前面是说我在沧海开道路，对不对？在水中开道路，对不对？现在是什么？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知道那个落差吗？以前是出埃及的时候，那现在呢？上帝让以色列人、让犹太人被掳去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还有盼望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说我要做新事。以前是开海的，现在是什么？开旷野，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上帝永远有办法，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各位有注意到前面讲的那个历史背景有没有？亚述帝国后来被巴比伦给灭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灭掉之后，巴比伦帝国成为强盛的国家，要并吞这个犹大国的时候，那时候的先知耶利米说，70年后上帝会让我们再回来的。各位，70年后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耶利米也看不到了，但是他预言了70年后，我们以色列人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故土。
相信当时一定会有很多人说：“闹可能，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来当奴隶了，不可能了，我们回不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说，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以前开路是在海上开的，但是现在是在旷野开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上帝透过世代的更替，后来又有一个国家叫做波斯帝国，把巴比伦给灭了。灭了之后，他的古列王，这个第一任的王，他就大赦天下，让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作为就是这么奇妙。我们以为没有路了，没有盼望了，但是上帝却是这样的奇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0节，一起念来：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被释放回家的时候，还是拿着古列王的圣旨，沿路走回家的，沿路的关卡都要为他们开启，沿路的路都要为他们开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是真的，在旷野开了道路，在沙漠当中开了江河。人认为没有盼望的，却有盼望了。所以，当我们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盼望。各位知道以色列人的国歌，他们的国歌的名字就叫做希望，就叫做希望。各位，如果你觉得故事只有停在这里，那当然不是哈。你知道这是第2次的类出埃及，知道吗？出埃及是第1次，他们从埃及回到这个迦南地，对不对？好，那第2次的时候，他们是从巴比伦被掳，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对不对？各位知道第3次是什么时候发生吗？就在我们的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在2000年被灭亡之后，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上帝的应许永远没有改变，即使等了2000年，上帝的应许还是一样成就。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出埃及，只有出巴比伦，还有一个从世界被召回来到现在的以色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仍然有盼望。所以刚刚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坚持跟持续不断的相信上帝。所以21节我们来看一下，本来是很羞辱的，这一群百姓是很羞愧的，但是却变成了上帝的选民，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在这个上帝的恩典当中，是荣耀上帝的，为上帝做见证的。我们来看21节，我们一起念一下21节，一起念来：这百姓是为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羞辱变成是美好了，人看为不好的，却成为是上好的。跟我这边身上有一个十字架，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问我说：“牧师，为什么你身上要带着十字架呢？”我说：“这个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因为它是一个刑具。不会有人每天带着棺材这种造型的项链在身上，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一个代表死亡，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在2000年前的话，这个就代表什么？你是找死吗？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喜欢戴这个？因为有了耶稣就不一样。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为什么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上帝已经把他的福分赐给我们，应许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应当怎么样在上帝的典章当中，怎么样持守在这个福分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弟兄他的一个美好的话，我常常拿这个来做自己的激励，也鼓励弟兄姐妹。尼托生这样说：没有主的保护，我们就没有一处有平安的；有主的保护，所在的地方都是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会经历到搬家，也许你会经历到换位置，你会经历到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保护的话，没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哪一个地方都是危险的。
虽然我不是要讲政治，但是要让大家知道，有很多人担心我们对岸的那一边有很多的船包来，有很多的飞机包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坚信在神的里面，那么每个地方都有平安。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的话，即使你逃到远远的地方，都没有平安。上帝帮助我们，有主同在才有平安，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任何的平安。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就是上帝所拯救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到苦难，但是因着他们信靠上帝，他们相信上帝总不忘记，上帝没有忘记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上帝会改变一切，让这一切好像没有指望可以得到解脱，可以得到让我们得到释放，让我们可以因此得到益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有改变，因为状况不一样了，我们就觉得担心害怕。上帝改变一切，让我们可以得到益处。上帝是信实的，他必然带领我们走在他的信实的路上，所以我们应当相信上帝是可信的。第二个，信靠上帝的人是新的创造。刚刚提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归回的时候，上帝说：“这些百姓是我所造的。”注意到那句话吗？他说：“我所造的，我要传扬我的名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就能够来荣耀上帝，我们就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过去是那个不好的，然而现在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即使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要相信上帝，让我们可以得着成长。上帝的带领当中，或许有艰难，但是每一步路对我们都是好的带领。所以，即使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很糟糕、很差，但是我们仍然是上帝最美好的作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看我们为宝为尊。如果你看同样的43章里面提到，上帝看我们为宝为尊，上帝看我们是宝贝，上帝看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永远是上帝的宝贝。第三个，信靠上帝的人就是上帝活的见证。所以刚刚特别提到说，上帝说这些百姓是我所造的，我要传扬我的名声。所以上帝的百姓是上帝活的见证。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上帝做奇妙的新事在我们当中。跟上帝的关系对了，一切都会是对的。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你看什么事情都是不对的。所以美好的事必要发生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对了的时候。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美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的美好在我们的里面。即使在困难、羞辱跟这些不好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有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他不撇下、不丢弃。即使人会撇下我们，即使人会丢弃我们，然而上帝总不撇下、不丢弃，他仍要带领我们回到那样的荣美的光景里。最后还是要跟大家鼓励的就是，人的方法会造成错误跟失望，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人常常想要有很多的可以解脱的办法。各位，最近美国的川先生给我们很大的震撼，所以很多人都要想方法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道路却带领我们能够进到永远的盼望里。上帝带领我们。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去管国际的事情，不是，而是我们知道上帝仍然给我们有盼望，仍然有盼望。上帝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过去他是在海上开的，现在以色列人说他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上帝会不会做另外一个新事在我们当中？不知道，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期待。我们有这样的期待，上帝仍然要做新事在我们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特别现在这一年已经过了3到4个月了，我们已经1/3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是否有期待看到今年上帝要做新事在我们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有时候我们摸不到，有时候我们不敢想象。然而你却告诉我们，你要做新事在我们当中。愿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勇气跟盼望。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愿你加添我们力量，好让我们看见主你永远做新事，你一直在做新事，美好的事必要发生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直不断持续的带着盼望，看见你的作为奇妙在我们的身上。
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今天的证道，也让我们更加警醒，人的方法往往都是短暂的，而且也常常会使人失望。只有神的道路才会带领我们进入永远的盼望。感谢主，圣餐礼，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圣餐的意义。感谢主，身体为我们舍，主宝血为我们流，所赐的圣餐，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与主合一。第1段，弟兄姐妹，如果身体许可的话，请起立。请坐。我们卫理会在每个月的第1周，我们都有圣餐主日。前几周有一位新朋友，他从别的教会来，他问我这个问题，他说：“牧师，为什么你们不是每一周都有？”他说：“我们的以前的教会都是每一周都有发圣餐。当然，每一个教会的一个安排跟时间不太一样，有的教会久发一次，像长老教会他们是1季，3个月会发一次。那我们是每个月当然有的教会，包括像天主教、天主堂，他们是每一次做弥撒都是要发圣餐的。真正圣餐不是因为你有那个仪式，而是那个圣餐是否成为你的祝福，让你也可以效法基督的样式，为人来舍命。耶稣为我们舍了，我们为耶稣舍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每一次的纪念当中，我们都会觉得好感动，上帝赦免我的罪，上帝帮助我。但是我们领受了祝福之后，我们能做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是觉得好像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是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他说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领受了恩典，那么也让我们成为给恩典的人。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这个蒙古在中国那个元朝的时候，蒙古人称呼基督徒，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是现在才有以前早期就有。蒙古人称基督徒叫做耶里可温，耶里可温在他们的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蒙福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让人看到你是蒙福的人？你是一个蒙祝福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蒙福的人，那么你的到处都应该留下祝福，都有祝福，而不是咒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咒骂，常常去看这个不好，看那个不好。然而，上帝却要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是成为祝福的人。所以，亚伯拉罕得到的祝福就是为你祝福的，他们必蒙福。上帝帮助我们，亚伯拉罕常常搬家，他不论到哪个地方，祝福都随着他。为你祝福的人，他们必蒙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祝福是不是这样？当人祝福你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让你也可以成为得祝福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我们也让别人成为蒙福的人。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同来诵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念的时候，不是小和尚念经，而是这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个悔罪，所以千万不是只有把它当作念过去，这是我们真实的悔改。让我们透过这个悔改的祷文，我们自己真实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解罪。我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一同来诵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
请我们的陪餐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有酒精在这里，表示我们发的时候都安全啊，不用担心哈。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让我们来到台前，恭敬到主的面前，寻求上帝的恩典。我们已经喷好酒精，我们就可以预备好来到台前来领受饼杯。这个饼杯代表的是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已经信耶稣了，那么请你坐在你的位置上，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灵里，我们也领受这个饼杯。在基督里，我们虽然没有实体的领，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来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并且让我们预备也成为蒙福的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让我们领受完饼杯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让我们能够在那里，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成为给祝福的人？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成为给祝福的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的饼不小心掉到杯里面，不要用手去捞啊，我们就等我们的同工再给你发另外一块饼。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4楼的弟兄姐妹也请欢迎到3楼来领，让我们一起来领这个饼跟杯。我们所有的饼跟杯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块特别的大块或小块，也没有哪一块特别的咸或淡，我们都是吃一样的饼，喝一样的杯。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没有分别，没有分别谁比谁好，谁比谁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样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
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也成为给祝福的人。让我们的蒙福是为了要使人得祝福。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还有没有领到的弟兄姐妹，来可以到台前来，可以到台前来。还没有领到的，还没有领到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我们圣餐礼到这里。感谢主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让主的爱充满我们，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我们要以诗歌来回应上主的爱。我们来唱新灵粮诗写300所第2段。弟兄姐妹，如果身体许可的话，请起立。我与主同病死，不再受罪辖制，相随我难以死，却向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预备心要来说，基督徒的奉献。如果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就请你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静静的从你面前经过。我们请知县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不仅工作、家庭、一切生活全赖你的恩赐所赐下。你是配得赞美和感谢的。现在我们愿意以些许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
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也求你使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应用在你的事工上，让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多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如果身体饥渴的话，我们请一同站立，我们来唱《降主献成歌》。凡我向主所求，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今天没有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好，没有。那我们现在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间奏的时候，我们就跟您，隔壁弟兄姐妹互相拱手问安。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个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我的谢主，我们现在由4位来报告一些教会消息。第一项可以略过。第二项，请弟兄姐妹，
为即将教会进入受难日和复活节祷告。我们在今天下午1点半会召开4月份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请留步参加哈。第3项，下周的主日将由我们陈淑妍神学生来分享信息，会后有世界展望会来分享社会关怀事工的报告，也请弟兄姐妹关心祷告。本堂将遴选堂并的传道协助教会事工，请为能选出及聘用合适的传道人祷告。教会进入40天的大灾期，邀请弟兄姐妹若身体许可的话，除了主日以外的每一天，1天禁食1餐的方式来纪念大灾期，到4月18号。那在4月18号的晚上7点30，我们会举办受难日的祷告会，也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第6项，教会将在4月20号主日复活节，会预备有一些受洗，还有转入礼。有意愿参加受洗或是转籍到本会的，请向办公室来报名。牧师将会主日之后，在205有上洗礼课，还有本会的基本课程，认识本会的基本课程。第7项，教会60周年将邀请老朋友回娘家，也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传递60周年堂庆的信息。教会也会发布周年邀请的卡电子档哈，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分享传递。第8项，教会将于5月5号到5月7号举办花莲探访旅游团，由邵文弟兄带团出发，请为团员出入平安祷告。第9项哈，教会进入60周年，我们为此来祷告，也为教会有良好的信仰传承进入另外新一季的盼望。在6月22号主日上午会举行堂庆礼拜，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提供我们荣光堂的一些照片、文章、影片或是贺词等资料，给教会做文书手册来制作使用。我们也为这个礼拜来做代祷奉献。第10，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实体参加礼拜4晚上的查经祷告会。第11项，财务部门有通知哈，就是去年113年度奉献的收据移放到我们的会友奉献袋。若有遗漏或是名字奉献金有疑问的，请4月6号前向办公室提出。那有登记国税局电子申报的总会还是会寄纸本来供参。那另外就是今天我们成人主日学是暂停1次哈。另外在肢体方面，我们气候多变，温差很大哈。那请注意居家环境还有个人环境卫生哈，来杜绝一些流行性病毒的一些传染，还有流感高峰，出入公共场所请注意自身的安全防护，也为确诊者的弟兄姐妹能够的治疗能够复原来祷告。那有另外一些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还有长辈，
身心灵现在带导了，我们在周报上面有登载，我们大家为此在祷告中纪念。请问还有没有补充的？弟兄姊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简单的补充哈。那我们尽快会在最近会给大家有电子档的一个邀请函，就是我们60周年的邀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认识我们自己教会的老会友，那他可能因为搬家或其他的原因离开，那我们还是邀请他，那可以来回到我们当中来一起跟我们过这个60岁的生日。好，所以请大家能够来预备这样的事情。那也请为我们的60周年来祷告跟奉献。我们当天会有将近200人左右，甚至可能超过200人的人数会在我们当中哈，所以可能就会比较座位各方面会就是会有一些新朋友或者是你没有见过的弟兄姐妹会在你的旁边，那让我们能够尽地主之谊，能够来邀请跟欢迎他们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请大家能够来我们能够来参与在60周年的服事的当中。那特别说明我们的这个执事会是在礼拜六是在12号礼拜六不是今天所以请大家时间上做好的安排。那但是已经要接近这个复活节跟这个受难日跟复活节所以请大家也预备我们在复活节的这个受难日的晚上，我们有受难日的祷告会。那复活节我们有复活节的礼拜。那今年我们有目前有2位，一位是要受洗，一位要转入。那我们为今年上帝让我们在复活节期的当中，我们有结出果子来献上感恩，愿上帝来带领，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常常结果发生，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果子在我们的当中。那也请弟兄姐妹纪念继续为教会祷告。所以当我们拿到周报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保存好，因为现在纸本很少了，那保存好，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为每一样的代祷事项、为消息来祷告，愿上帝来带领。好，那我们的韩国团已经回来了感谢主。虽然有一些小插曲，但是至少大家都平安，所以我们也为这样来感恩。那我们5月5号到7号这个花莲团已经报名完整了，所以没有再接受报名了所以请大家时间上也稍微注意一下。以上，谢谢。如果您身体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请站立，我们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为大家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你是做新事的上帝，你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新的事，做奇妙的事，做让人叹为观止的事，让人看见我们是蒙福的人，并且祝福也随着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在殿业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请大家一起来默祷祈求。殿业后如果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到前台来，
牧师会为你祷告。